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拜四，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疾管署是公布，咱台湾出现头一个囡仔去获着高子的确定病例，这是一个4岁囡仔去户厝内面的人去获着。这个囡仔伫6月7日时发烧、目睭无爽快、骹手、身躯拢有出珠，到6月7日时拢无改善，去大病院检查，确定是去获着高子。因为囡仔破病了后就无去读册啊，所以疾管署表示讲，传播的风险真低。针对这个幼儿园当中，届时就是评估有这个跟这一名确诊幼童有比较密切接触的师生的部分呢，是都会建议采取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要注意有没有出现水泡、红疹，还有发烧等等这些跟猴痘比较相关的症状啊。如果有的话，请跟这个卫生单位以及就是跟这个就医师跟医师来告知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接触史。那不过目前评估这个幼儿园的感染风险还是偏低因为这个猴痘基本上还是发病之后比较会具有传染力。另外来关心咱国内新冠疫情，即马阁压起来。根据台大公卫学院的推算，这波疫情的中档症伫5日这时会达到高峰，一直到7月中才会开始降。另外，根据血清抗体调查，65岁以上的时代免疫保护力上低，是到转做中档症，甚至会死亡。所以嘛，呼吁今年也未去做预防针的时代，爱紧去注射。第4波本土新冠疫情继续升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冠死亡大增4成，平均每天有28人死亡。中档症是每天增加244例，疫情正处在高点。有医师临床发现，患着断疫的人大部分是65岁以上的老人，尤其是幼大长照机构居民，有一寡甚至是第2摆确诊，中后来感染。那大部分的机构都有2次感染之后呢，可能有症状之后的2-3天就陷入那种低血氧啦，或者说有很严重的呼吸道症状，变成喘等等，都送来急诊。是有一个大量的机构群聚的情况。根据疾管署监测，近4礼拜本土检出病毒株 XBB 占6%，已经正做社区主流株。不过，台大公卫学院进一步分析发现，台湾民众的血清抗体对着 XBB 也真失分。对年龄别来观察，16到29岁血清混合免疫抗体上悬，达到6成；65岁以上老人只有4成，也就是老大人的免疫保护力是上低。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中重症会上升？就是因为我们即使在同样的混合免疫抗体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免疫保护墙里面呢，我们的65岁是维持最低的。但首席根据模型估算，这波台湾新冠肺炎中档症疫情有可会伫5日岁达到高峰，加上年假大家互相斗阵的效应，一直到7月中旬才慢慢来下降。所以讲建议65岁以上，也有18岁以下这脆弱的族群，那今年也未注射疫苗加1，尽紧爱去注射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就是台东的成功镇昨昏半暝发生一场严重的车祸，有2台车相撞，造成1个人重伤，4个人轻伤。2台车的车头是弄甲密密麻麻，那车祸的原因，即马也在厘清。一个吊伫咧车内的驾驶，敢若是真疼，一直发声。警察人员伫咧现场想办法要甲对车内救出。台东县成功镇西7巷10点外发生2台车相撞意外，一台轿车甲一台箱仔车伫咧经过第11线119公里，大概是嘉平4号桥甲5号桥之间，北往海华附近相撞。警消出动4个分队，各种车辆6台，总共10个人来救。2台车的车头弄甲真严重，零件压到规涂骹，也有1个人掉伫咧车内。现场为2台轿车发生交通事故，1名患者受困于车内，这样子，左脚有骨折的情形。那现在总共有几名伤患？总加2辆车，总共是4名伤患。好佳在受伤的人拢被救出，分别送到台东马街病院加台东基督教病院。受伤的人内面有1位敢若是新加坡籍，警方讲车祸的原因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当在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同款是一份好天的天气，咱来看云图。
今仔日受偏南风的影响，金门马祖有局部地站阵雨，也是雷公雨。另外，咱台湾各地偏乌，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敢若伫东部、东南部有地站阵雨。过昼了后，各地是有局部地站雷阵雨。若有的所在有机会会出现局部大雨。另外，要提醒乡亲，拜五到礼拜东半部会有大风影。若后礼拜开始受到低气压影响，天气会变甲较无稳定。另外，轻度的风台国超行向日本，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若风台伫后礼拜有可能就会影响日本。继续关心新北市的新庄庆林路附近长中道，因为地下水管伤旧全破去，水是直透冒出来，路面佫扑起来淹大水，佫有电火条倒去。台水公司赶紧修理，嘛讲伫今仔日中道进前，路甲水管拢会修理好势。新北市新庄区庆林路垂直中道发生地下自来水管别管，水规拢冲出路面，路基的土石拢被路坑、电火条倒来，水淹入去明体。很大声啊，好几声呢，一直滴一直裂，水先慢慢出来，然后那外面就爆起来，电线杆就倒掉了，水都整个泥土都冲进来，就赶快去关铁门了啊！赶快关铁门也来不及啊！民众哪清出来吐水，哪烦恼出来财产的损失。警消到场管制，并且请里长来现场斗3工。找到一个具体的泄漏点，那么泄漏点完之后后续就有一些看管线的这个修复的一个处理。在管制进度，我们也希望说，是不是在今天晚上的时间能够把它做一些及时的处理。自来水公司讲是在地土骹70几档的水管别管，土石被路坑地面落落去，电火条才会倒。管林的部分可能也比较久了啦，大概是因为我们平常水压大概也比较略高的情况下，所以这个管线有发生破管的情况。淹水的范围内有23间明体、7间工厂，伫咧水消退倒去的电火条也刷走了，附近的大户已经恢复供电。因若停水的区域，自来水公司已经派水车到现场供水，因为自来水管别管的附近10公尺内路地基拢有路坑的情形，路面已经规污溃开始抢修。地水公司讲，今仔日中道进前应该让规个完全拢修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北市政府的公园处有一个男子违警，防指控对6个查某同事性骚扰。公园处是有证实这件代志，嘛讲伫去年的12月14接到申诉了后，12月20就随处理。若这个主违警已经被调职记2届新界。经过初步的清查，目前已知的相关的涉案的事实呢，是发生在这个柯市府的任内。那么当初这个相关的行为人也就调离了现职，那并且在后续的调查过程当中呢，受到了惩处。台北市公园处是表示，去年12月14有3个查某员工提出申诉，昨开始启动调查。经过6届会期，伫今年1月18判申诉成立，3月24时已经做出处罚，记这个主违警2届新界。市府嘛已经伫3月13时有举办工课场有风性骚扰的宣导。最近社会上性骚扰的案件是直直爆出来，阁有几来人出来指控民运人士王丹对因性骚扰。昨昏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对王丹提出告诉，王丹伫面册顶头是回应讲，伊会提早结束伫美国的行程，会返来台湾接受调查。也若清华大学嘛已经启动调查，而且停止对王丹的聘任。强制性交未遂就是221。画面内底姓李的查甫人指控民运人士王丹9年前伫美国的饭店硬甲伊针，但未到王丹出面回实的，初7伊去台北地检署，告王丹涉嫌强制性交未遂。目前已经有2个清代校友出面指控王丹性骚扰，清代性辩会已经启动调查的程序。姓李的男性嘛讲，有收到其他的受害者私底下甲伊联络，呼吁因勇敢出来申诉。清大性评会那边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当时有被侵犯过，那你无论是否在清大的学籍，就无论你只要是有学生身份，你都可以去跟他们申诉。那这个就是我希望就是受害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个申诉。王丹加入去性骚扰的风波，初7第1人面册回应讲，已经提早结束访问美国的计划，会返来台湾面对司法的检视，未想要闪开，嘛答应会找适合的时机来说明。另外，原本按算向清大争取续聘，
即嘛已经向清大社会所正式退回申请。针对这点，清大社会所已经早一步结束聘任的流程。清大嘛决定针对几啊件性骚扰的事件扩大调查，会就王丹伫清大6年开课的记录，学校会主动甲所有修课的学生甲助教来联络，了解是否还有其他学生和助教遭遇性平事件，并提供相关资讯和权益说明。2、公开呼吁当事人与本校联系，在本校性平会网站公告相关资讯与联络管道。另外，宜兰县消防局搁再传出性骚扰的案件，一个查某队员指控3月份的时阵，伊伫个人的套房内底困，惊醒了后发现房间门缝开开，搁看到分队长举手机甲伊翕相。代志爆出来了后，宜兰县消防局设置召开性骚扰申诉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任何的性骚扰都不被允许的，请消防局审慎的处理。不过，去年宜兰县消防局都标出工课场性骚扰的案件，不只个第一时间消防局以代志发生伫避勤，无下用性平法，搁未互受害者请假。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讲，消防局无要依医生的叮咛，要求受害者都要回分队上班，要求当事人敢若会当甲工课辞掉，要求检察院介入调查，纠正宜兰县政府甲消防局。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南投有某一间国校的校长，即马嘛互指控，进前咧做老师的时，对查某学生黑白来讲性骚扰。南投县政府表示，已经启动校安通报，而且嘛要求这个校长爱先请假接受调查。也毋过教育团体是认为讲，校长爱先停职聘用才对，毋是请假就准算。看到细汉的时阵，互人性骚扰经过，情绪也是真激动。曾小姐伫1995年读国小6年级的时阵，当时也是老师的4楼的校长，趁接上参加课后补习的机会，对有无正当的行为。他把车停在那里，我坐在副驾驶座，他一个人把关，把副驾驶座整个摊平，让我整个人倒在上面。另外一位被害者也讲，伊就读另外一间国小3年级的时阵，甲1年级的妹妹斗阵去上4楼的校长教教课，也过姊妹啊分别拢受到性骚扰，互因的身心受到创伤。那都在大腿上面上课的时候，他可能会靠着我们的耳朵很近很轻声的讲话，或是握着我们的手。被害人讲，这4楼校长即阵任教伫南投县某一间国小，进前伫3间国校担任老师的期间，对200位女学生性骚扰。南投县府讲，初5接到民众举报了后，除了启动校安通报，并且这个校长请假接受调查，也主动甲网络上写出有这做务的人来联络。我们从来教育处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或者有人通报爆料里面，我们就有看到。下面有一篇是2015年的贴文。不过，早在2015年，网络上就出现指控这4楼校长性骚扰的文章，为安怎当时无调查呢？南投县教育处解释，因为当时并无收到举报，也是有人表出这个消息。不过，人本基金会讲，这校长伫2015年甲2021年拢有被投诉记录，教育处当时就应该来启动调查。那这2个事件到底是什么事件？我想，必须要追究清楚。如果是性平事件，为什么后来会不了了之？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投诉事件。人本基金会认为，南投县府除了应该对受害学生来进行心理的辅导，也应该对这个校长所教学过学校来启动普查，用扩大调查的方式了解真相。这个校长也应该马上离开教学场所，避免更加多学生受害。记者综合报道。社会上政治界即马性骚扰的风波伫头爆出来，总统蔡英文是搁一届透过面册向社会大众回示咧，伊嘛宣布伊搁要改革，要检讨性平法规，会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来做修法优先的法案。妇女团体即马是建议讲，若是要修法，申诉的机制爱检讨，嘛呼吁爱针对受害者提供社工、咨商者的服务来帮助受害者。另外，阁有妇女团体是建议，目前牵涉性骚扰相关的法律有3个，这3个法应该爱合并。性骚扰风波一直逼总统蔡英文初6嘛伫面册发文，除了搁一摆以总统甲民进党前主席的身份回示咧，也提出3项改革方案，包括订定性骚扰用态指引、改善各环境的性平准则加性平教育、重新审视现行性平申诉的机制，阁有检讨性平法规，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列做优先法案。妇女团体也提出修法的建议。
整个性平3法要修法，要把被害人的求助的机制跟服务跟协助的机制要放在里面才对。现在只有申诉而已，它并没有针对专业人员进驻，有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源进去，是完全都没有这一块。目前牵涉性骚扰相关的法律有3个，包括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甲性骚扰防治法。扶安会认为，性平3法当中，性平教育法较有针对被害者提供社工、咨商资源及个帮助，也若性别工作平等法会使讲只有申诉的机制尔。有妇女团体嘛呼吁，3个法律应该合并。假设一个学生他去担任教授的助教，你是学分的关系，那你就是属于性平教育法；那如果你是工作上的一个关系，你就属于性工法。这样就是一个双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立宪基金会表示，性平3法主管机关拢无同，申诉管道也有无同。但是3法通合并，被害者就通较简单寻求帮助。但是立宪嘛认为，合并的工作无法度伫短时间内完成，所以建议目前要先优化这3法对被害人的服务资源。记者郭明婷随台北报道。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今年度政府提出300亿要扩大租金补贴，7月初3会当开放申请。内政部是表示，配合民法的规定，18岁就算成年，所以申请的年岁降到18岁，只要合资格就通申请。今年目标是设定伫40万户，会比去年加4成。来关心联合报，卫福部健保署拜二时有召开会议，即马达成2大共识。第一是健保无要搁给付维他命 B 群，也搁有消化酵素等，计共有15项的只是药品的钱。另外，搁会请专科医学会去调查当年用的量伫5000粒以下的只是用药有偌济，再搁来开会要讨论讲敢要继续给付。继续关心中国时报，这是美国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即马来咱台湾访问，伊宣布讲伊要甲3党的总统参选人见面。昨下晡已经甲侯友宜见过面啊，双方讲要1点钟，侯友宜是强调讲台美会继续合作。罗森伯格嘛邀请侯友宜去美国访问去交流。罗森伯格伫今仔日是会伫台南和赖清德见面。当日日本访问的郭文哲，昨昏是伫日本演讲。昨下晡，佮专工去拜会咱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廷。谢中廷是表示，接待郭文哲也并无压力。那郭文哲嘛讲，谢中廷一直对伊拢真照顾，所以伊嘛当面向伊说多谢。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不好，仍然要改变哦。以后如果你有权利可以改哦。你可以改。趣味拍笑开，点现2个人赴交情，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继续访问日本的行程，来到驻日代表处拜会。谢中廷也和外界解读是要修补甲民进党的关系。我们这个代表处是代表台湾，不是代表政党，也不代表任何个人。我们没有秘密会议公开透明的。对2块议题，郭文哲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讲，民进党若执政会致力伫2块对话，也批评民进党甲中国完全无道对话。国民党是对中国伤过顺从，台湾人民已经失去对国民党甲中国对话信任。若是当选总统，也拍算向中国询问求利共识的定义。我没有看过真正中国官方版本很清楚的定义9二共识是什么，就好像你叫我买东西，他又不告诉我那个东西是什么，只是叫我掏钱，我就觉得这实在是没有逻辑耶。郭文哲讲到钓鱼台，表示一般台湾人并无想要伫这块土地，只要用伫遐掠鱼就用的。这款的话理论上比较应甲日本来达成共识。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有争议的后面处理，没有争议的先，但是也不要为了说一直在主权，那台湾的渔民不能去捕鱼，这更严重了。另外，郭文哲到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成员有相当比例是日本自卫队、海军甲陆军的退役将领。对着开讲什么，郭文哲表示，单位牵涉国防需要保持机密。记者综合报道。赖清德甲侯友宜最近拢针对核能的议题有发表意见。赖清德办公室是批评新北市甲核一厂水保计划卡掉咧，这才是核废料无在调处理的原因。侯友宜是批评赖清德，讲赖清德是万里人，也毋过伊敢有关心过核废料。
另外，赖清德23下晡伊去主持民进党的中常会，针对最近性骚扰的议题，伊是搁一摆强调讲绝对袂使吞论。总讲党部主管有人暗砍，并无通报，安尼伊一定会甲开除。那日双方为核能议题一直论战，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日间表示，中央无处理核废料问题。副总统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批评台电核一厂水保计划变更设计案卡伫新北，侯友宜则是核废料无法度处理的源头。对这样代志，侯友宜切切嘛做回应。这8年来，赖清德也当过行政院长，也当过副总统，尤其他又是万里人，他有关心过核废料的处理吗？侯友宜讲，得袂到中央予伊回应，不如伊家己出来选总统。嘛，伫中昼甲国民党中常委进行头一届便当会，争取党内团结支持。但是副总统赖清德虽然初期无公开行程，不过由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出来回应，批评侯友宜甲核废料问题等候别人。侯友宜不断表示赞成使用核电，就应该清楚说明核废料放在哪里，而不是只是用空话来敷衍。主大联盟系列演讲，我们邀请到中央研究院朱敬一院士。赖清德下晡主持民进党中常会，除了听中研院士朱进一报告，也对民进党最近性平事件做采视，表示已经筹组调查小组，一案一案调查。中央党部阁提出性平改善家性骚扰防治加强方案草案。赖清德表示，党部主管若头工唔讲，一律开除，永远未任用，嘛会互党部其他单位、政府单位甲公司知影。记者综合报道。陆军第8军团所管的步兵117旅6月7日早起，在庆之卡要登去平安营的时，结果呢，车顶的这箱啊是绑无好势，对车顶落来了后，去民众扣着，赶紧报警察。8军团即马表示，清点了后，这庆之卡的数量无减，若相关的人员的过失，一定会处罚。会面内底这架军用货车，经过高雄市丁青甲9如1路的路口，伫等车厢顶的时阵，有一箱物件为车后斗落落来。民众看到赶紧报警察，警方发现讲，这规箱拢是步枪空的枪支卡。可是他们好像只有在外面而已啊，看他们在找东西而已。哦，不知道是找的吗？对，没有确定。内有1117发空弹壳，全按依规定制作罚款时得物于军方处置。代志发生伫咧初六早起9点外，箱仔内底拢总有56盒1117发空的枪支卡。属于陆军8军团的陆军官校步兵117下，8军团表示，清点了后，空的枪支卡数量无减。迄当阵官兵是要甲空的枪支卡再登去军中，可能是无绑好势，一箱5.56米粒步枪空的枪支卡就安尼落落。根据了解，迄当阵车顶有4个官兵，调查了后会做处分，无排除会记大过。就跟那个一般的货车载货一样，它都必须要把它固定好，相关督管的检查。运送的过程，还有遇到状况，车长应该所做的处置，到底有什么样的责施，我们现在都在调查厘清。国军今年3月，才小连续发生过军海管理的疏失，海军量抓新兵训练中心，有枪那像是去用调包器变做无形枪。陆军里嘛发生过步枪数量有减，这届佫发生步枪空的枪支壳落去，虽然有顺利找到转来，数量嘛无欠，不过军纪的问题，恐惊佫互人一礼拜印象。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最近同款直头派军机军舰扰乱咱台湾，美国的陆军部长沃梅斯伊是强调讲，战争是无符合美中的利益，所以美国会继续咧和盟友进行军演，加强阻挡中国入侵台湾的意图。另外呢，因为即马，不过美国的高层嘛是同款有想要甲中国好好参详，就风声讲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暗算要去中国访问。中军持续侵扰台湾4周围的海空域，最近佫挑战伫印太地区行动的美国军机舰，相关紧张的气氛。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讲，美中拢袂战争，关心中国威胁的行为，会以联合盟友演训的方式加强阻挡，防止北京武力犯台。The way we strengthen that deterrence, I think, as I said, is by demonstrating combat credible forces in the region. So through our Pacific Pathways set of exercises, able to show how we're able to operate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从美军今年的所谓的军事授权法里面，它有一个太平洋客主倡议，那它今年就编了91亿美金的一个预算在里面。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美军正是加强它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从北部的这个日本，特别是南部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部分。学者指出，美方就是要更加清楚向中国展示，袂使改变区域和平稳定的红线。不过，北京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呼吁，美中应该建立危机管理沟通机制，提防台海发生误判。根据苹果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伫未来几礼拜内会去中国访问。We look forward to rescheduling that visit when conditions allow. Our viewpoint is that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in-person meetings or engagements, whether they be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o carry forward our discussion. 美中官方拢无正面证实，传出布林肯可能甲习近平会晤，想要搁进行2个高层会谈，以及会组织伫台湾的相关议题。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头一届伫南海进行联合军演，军演的内容嘛包括把科技的船炸落来。这3个国家同齐表示，因的目标是要加强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而且要加强保安能力。也毋过有外界有时认为讲，美国其实是想要优化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来对抗中国。武装人员坐细只船我见一只哪像有载大规模武器的船刷来直接举枪，去甲饭店馆做检查。下2只的船员都要甲双手放伫头的后壳，赶紧离开。这是美国、日本甲菲律宾头一届联合伫南海举行海化防卫演习的情形，地点在菲律宾巴丹省附近的海域。The purpose of this maritime drill is to increase the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the US, and the Japan Coast Guard. So lahat ng ginagawa nating exercises ay tulong-tulong para sa mga possible na mangyari in the future. 这届演习为初1到初7一礼拜时间，菲律宾拢总派出4只海警巡逻舰艇，美国出动127公尺长的史崔顿号，那日本是派大型的巡逻船秋丁州号，共同参与的500多个海岸警卫队的人员。一个演练搜救，甲打击海盗的场景。美国讲，因的目标是要维护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We're eager to further integrate with both the Philippines Coast Guard and the Japan Coast Guard. Together, our Coast Guards will reinforce and model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at sea in order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这项演习的时机甲地点拢真敏感。目前，拜登政府一直咧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希望会当来对抗中国，来影响包括南海甲台湾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过去美国菲律宾的关系，伫立场较靠近中国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任内捌较疏远。不过新总统小马可仕上台了后，重新搁转去较亲密的路线。最近新增加4大会当提供予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这届演习嘛，去菲律宾看作是美国、日本会合作确保海峡甲领土安全的重要路站比。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加拿大即马火烧山烧白里，对5月份开始烧，加上因为温度悬，已经引起几若百个所在森林大火，已经烧掉330万公顷的土地。即马火灾乌烟，而且佫引起严重的空气污染。加拿大甲美国已经拢发出警示，讲有几若百万人会受影响。即马就连纽约的空气品质嘛已经倒红灯。为空中看落来森林予蒙雾打掉的加拿大森林野火烧白亭，为5月开始，因为高温累计引起超过400个所在野火。暂时魁北克、新斯科舍、艾普台野火佮产生真侪浓烟，打伫加拿大东部的天顶，影响数百万人的健康。Not only cause topical irritation through all of our respiratory linings, but actually cross over into our bloodstream. People who ar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and spending a lot of time outdoors, the risks to those folks will be higher. 加拿大城市渥太华的天顶打着伽马线的蒙雾，空气污染品质达到10加级以上，是当地空品指数上海顶级。加拿大环境部向魁北克、加拿大东南部发布空品甲蒙雾警报，敦促民众踮伫室内刮嘴暗。伫这款野火蒙雾嘛影响到美国东岸甲中西部，各地拢发布空品警报。美国环境保护署就发布新英格兰空品保护的警报，对咧纽约的状况嘛真严重。The levels that we're seeing today are really much higher than what are normally seen in a large polluted city in Asia.
over 50% of the U.S. population, everything east of Columbus, Ohio, is experiencing levels on the order of 150 to 180.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威尔金森表示，过去一个月烧掉至少330万公顷的土地，受害面积是过去平均面积的10倍。前后52万人必须暂时离开家园。为6月开始，如果发生野火几率会增加，野火季节有可能会继续到8月，加速加拿大历史上上严重的一冬。 即马除了美国、澳洲、法国、墨西哥、甲纽西兰、南非这些国家，已经派出总人数差不多1000名消防人员去协助加拿大拍火。国际新闻台是董朋友。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今年 APEC 是由美国主办，美国嘅下党派参议员有写配合国务卿布林肯反对香港嘅特首李家超去参加。这议员是表示讲，香港政府伫2019年用暴力来镇压和平示威嘅民众，无应该邀请侵犯人权嘅人去参加 APEC。 来关心华盛顿邮报有报讲，根据美国外泄的情报内底是写讲，美国伫去年6月份就已经知影乌克兰要去破坏小接俄罗斯甲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的管线，而且3个月后，这条管线真正轰炸掉。也毋过拜登政府是驳回这件代志，面对媒体提问，嘛无做出回应。 来关心泰国即马测定对缅甸边境KK园区的用电，因为风声讲当地有一个价值美金几若10亿，用中国的资金、用中国的钱来开发的计划，是非法的跋筊产业，而且这个所在佫是诈骗基地。啊，那缅甸的军政府对KK园区即马红灯电并无发表评论。 啊，那 IMB 诈骗案受害者超过5000人，有风声讲，早伫7年前的时就检调接到检举要调查，而且嘛有发公文去金管会，也毋过金管会回函讲，这个 IMB 是无违反银行法。针对这件代志，金管会是驳回讲这个事实斗袂吧。调查局表示，当初确实有立案。 也毋过内容无方便公开，伊嘛证实讲，这个受害者内底有一个就是调查官，这个调查官哄骗12万。调查局的投1300万，他跟我说：“阿发老师，你赶快用你的方式，可以弄多少钱就弄多少钱。” 就是说明会这为 IMB 吸收资金早期还，家己表示有调查官涉案，拍算动用关系提前提回本金甲利息。调查局测试证实，真正有一个调查官投资超过1200万，就收过100万块利息，自头至尾本金拢无摕回来。 他自己的本身的钱，然后还有一些他家人的钱。我们调查结果倒没有说什么利用身份关系事先全部都拿回来。 就连调查官拢纳入去这个陷阱内底，敢若对自救会统计有5000人受害，损失超过25亿，正要被害人批评调查局查缉真慢。另外也骂金管会，讲金管会拢无作为，才互案件一直拖，不过这阵袂当收山。我们自救会里面是有人说，他很早以前就已经有去报案了，有去检举了，但问题是不了了之。请问一下，相关的责权机关是哪些？ 今晚会说不是他啦，苏维部也不是他啦，然后调查局那边也是啊，明明就应该要往下查的案子不查。不管的情绪更要复杂，因为这阵佫表出桃园市调处早在7年前就接到检举，立案调查 IMB， 一度新闻互金管会要来查明平台是毋是违法，得到的回函却是讲无违反银行法，互检调失去办案的先机。甚至中央银行2018年北京市爱注意 P2P 平台，只是相关单位敢若无积极来处理。定位表示没有违反银行法，而且呢，反而是续明说。 违法吸金的行为呢，所设的法规很多应该要由司法检调机关来依事实来调查结果加以认定。这是个案了，由检调他们来回答。调查局讲，当初有立案，有即阵伫侦查，回函内容无方便说明。银行局是讲，传言甲事实无符合，最近已经找 P2P 业者开会，强化自律。初步依然是无规划，互特定主管机关行向高度的监管。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个小姐伫台中山路一个无车红灯的路口，人就惊伫过路线顶头，也毋过说互一台无减速的奥多摆甲弄落。当地民众就表示讲，这个路口是正在发生车无要让过路人的情形。台中市的交通局会勘了后，即马决定要伫咧这个路口设红灯。
交通部嘛强调讲，就算路口无车红灯，过路人也是有优先的路权，车一定爱先让过路人过。徛伫马条线两边看路口无车红灯往来车无一台停让，查某囡仔两边一直看，总算等着无车要行过车路。当时阁有2台汽车、2台机车甲伊相闪，到伫要到位的时阵，煞一台开真紧的机车弄一个飞起来，伊甲甲弄的人2个拢受伤，互人送去病院。双方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重机左侧车身受损，双方均有受伤，呼吁所有用路人行经路口应礼让行人。查某囡仔面目睭皮拢有破皮，身躯3位骨折，留院观察，好佳在清醒，无性命危险。转来到这位伫台中区山六沙田路的大路口，当地民众讲常常有车唔让人的情形。虽然警方会来处理，不过警察无伫哩又搁共款，会当讲是危险的路口。台中市交通局下晡到现场会勘，决议正式车红灯，也甲万字标示。交通部路政司是讲，就算路口无车红灯，行人徛伫马条线都有优先权，若做车无停等，会当罚。那如果不暂停让的话呢，会有相关的一个罚则。那如果肇事的话，甚至还会有吊销或吊扣驾驶执照的一个处罚。那这个部分是在一般有号志的路口或是无号志的路口都是适用的，也就是只要行人站上的行人穿越道要过马路的时候，汽机车的驾驶人就必须要停让。无设车红灯的路口主要是车流无真多，按固定政府原来会当变通设计。来看台北市民生社区，原来有这种无车红灯，按过有马条线的路口，市政府就设红色的真响目慢行标志，提醒注意行人。高雄市政府嘛有试办伫涂骹设反光标线，提醒用路人注意无车红灯的路口。立法院原来伫今年4月通过修法，无停让行人最高会罚到6000块。一般有车红灯甲无车红灯的路口也拢适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发展再生能源，各地即马嘛有咧设储能厂。高雄大寮有民众就去议会外口抗议。若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要设进前拢会先问当地人的意见，总讲民众外，市府嘛未同意。来到议定地附近挂白布条，民众表达拒绝储能厂来到大寮新处理的心声。反对储能厂。上午嘛有将近20位民众趁着高雄市议会市政总质询前往抗议。都没多通的，只有一纸公文而已啊！你这么李明一直问我们啊，说是什么内容，什么我们都不晓得了。要捍卫自己的家园，这个不是政党，不是政治，这个是我家的未来。这片伫高雄大寮区新处理车坎段的3笔土地，有公司想要设置储能厂。顶月底，高雄市经发局发公文，予当地意见领袖甲民代了解着设置意愿，嘛引起不满。这期敢是因为红山林红色厂的计划失败了后，转予其他业者刷到大寮来设厂。设置的这个过程里面，那还是要这个区公所会跟我们当地的里民来做了解。那我们的立场还是一致。如果里民的表达拒绝的话，那是否就不会同意设置？市府回应，伫业者申请设置的过程当中，会按照已经通过的储能设置法规规范，爱询问当地区公所里长、里民的意见，一切还未定案。若是民意非常反大，市府嘛未同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全国报道。台中有一间做营养午餐的业者，即马是防检举讲，因用的鸡肉毋是国产的鸡肉，也毋过却向政府申请讲，因用国产的鸡肉，佮去摕政府的奖励金。教育局是表示讲，会含这个业者该度契约，嘛已经甲这赏金拢讨回来，甲业者移送法办。做营养午餐的业者，透早就咧无闲要出货，准备送餐去各间学校。毋过台中太平有一个业者，所予人检举讲，敢若是用无肉品所原的鸡肉，染掺做国产的肉品。市府去到现场稽查，虽然无查到具体证据，毋过业者确实无法度提供是狗腿的进货资料，也有国产所原的实在证明。目前是拿不出那一批有国产证明的那个食材的一个证明，因此我们认为是说，你拿不出证明，那可见就不是国产食材证明，所以我们就依照相关的一个规定来移除。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这个业者供应营养午餐，予台中市内34间国中、国小大约2万外的学生。目前已经将去年国产食材奖励金539290块约回来，今年奖励金嘛取消。业者是解释讲，是因为禽流感严重欠鸡肉，原底应该甲电宰场进货，后来换向切鸡肉厂商来卖鸡肉。虽然拢是国产的肉品，不过无符合农业局认定的国产溯源流程。那我们都有提供证据说我们是购买国产的鸡肉这样子。那但是农业局就认为说，那一个溯源标章是骨腿，不是你的棒棒腿，那这样是不行。所以我们是部分天数的棒棒腿取消。业者表示，因拢无使用进口的肉品，不过是骨腿无国产溯源食材证明，所以袂去使用。教育局早伫咧5月11已经去稽查，所等到6月初5消息曝光了后，才发文予学校，也佮将业者依照规则文书来上班，嘛互民代质疑市府要来暗砍。针对这件代志，教育局是解说讲，是因为稽查了后要求业者爱提出证明，不过因拢无提出来，才会进行后续的行政程序，并无调工要隐瞒。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中华丰苑的蚵仔病，因为和海草甲青池规个暗掉咧，农业损失是真惨重。公所已经有透过县府向中央去通报，希望会当申请天然灾害的补助甲救助。也毋过蚵仔农嘛表示讲，敢若是请人来绑蚵仔证，一条就要10多块，也毋过补助闹过，风声一条政府才补3块银，连成本拢无。原本应该是 Q 搁青的蚵仔，即阵有5成拢是空壳。伊个空壳声就是安尼啊，有无？嘿嘿，对，内底都是空的。中华丰苑乡的蚵仔去互某某的青池砍掉的，互蚵仔无法度喘气，蚵仔农渔股大约有5成拢损失去。遮尼严重的灾情，目前也已经通报中央，希望启动补助机制。曾经吼，真正几百年来，毋捌即款吼施凿吼，即款青池有遮尼啊厉害吼，所以阮希望讲吼，发起伫中央的即个公文，中央会当尽速甲咱核定，会当核定补助，或者蚵农能够有一点点的，会当有一点生计这样子。蚵农表示，请人绑蚵证一条就要10多块。佫无算蚵起仔加时间、人力的成本，准讲补助若通过，一条蚵条嘛才补助3块，连成本都无够。希望政府人看能加补助一寡，较有合情啊！莫讲一条补助1、2块，阮都无够成本，补助1、2块，哪有效？不无小补啦，只是说一个嘛是甲补一个安慰的啦。根本你的收成甲遐补起来是比例是差伤济啊啦。蚵仔农表示，饲蚵的成本逐年增加。即阵的天气阁接反常，看天食饭的蚵农，希望政府会当加补助，莫互因规年的心血放水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年初到3月中的时，迄当阵咱国内天气较寒，这个时阵嘛是土豆开花期，所以影响浪花，嘛影响收成。最近分林的土豆开始要收啊，所以拄着大雨，未少土豆拢生菇佮布芽，所以县政府、农业处甲相关单位嘛已经赶紧去勘灾。打板起来苦豆，大部分拢已经烂去发芽。今年6月份后，拄是牛年苦豆采收期，但近期拄上连续落雨，搁马上出日头，天气变化大，后年一期的苦豆陆续传出灾损。我会都4成啊有，4成啦，咱应该唔。照讲应该毋啦，实际上我迄较熟的拢去互烂去，但即马剩一寡较路尾搁生产的。大概即个土豆的品质吼，就是烂头搁失收，吼，伫土库这边的面积吼，差不多损失的面积超100公顷啦吼，失成的成数差不多有3成。本县府农业处表示，本年今年一期苦豆种植面积达4200公顷，以土库福尾定行湾中乡种植的面积上济，但近期陆续真侪苦豆农反映灾损严重。就上澳农业处会同农改场现勘。我们这几天其实雨势一直下来哦，所以我们就听到很多农民在反映啊，除了结果力不好之外，还有个发芽的状况。温度越低或者越高，它授粉率就会越差。简单来讲，就长的花生同样的开花的数量，它的结荚速度就比较少。大安区农改场表示，苦豆开花授粉期适合温度在23至28度，但今年初气温较低，导致授粉无好，旱气候变化大，拢是苦豆失收的主因。
市农业处就表示，还有农民若靠稻栽损，要赶紧到当地公所通报。经管府统计后，将函请农委会以天然灾害救助靠稻每公顷3万块。记者用报道。天空上头，咱来去绿岛，绿岛海迄个酸蚵咧生卵，有呛水教练伫绿岛就翕到一款海洋生物海绵，嘛咧生卵，看起来就那亲像伫海底落水共款。潜水教练用微机镜头摄影机，伫咧绿岛老门岩的水底记录到大礁顶悬的海绵当伫生卵，就亲像酸蚵咧生卵共款，会喷出白色一粒一粒的卵，就亲像咧落水共款。因为绿岛的酸蚵生卵才打生刷，接刷搁换海绵咧生卵。这个潜水教练一个翕到是真欢喜，伫网络顶甲大家分享这个真罕见的画面。因为海绵就袂输是海底过滤器共款，因的存在对绿岛海域优良的水质有一定的贡献。海绵基本上在海洋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它就像滤水器它一天可以过滤很多当地海水的量。不过，这届记录到的海绵，并不是用过去互记录到桶仔形体的海绵，因为海绵是地球上上界原始的多细胞生物，研发到达已经有万外种。这届绿岛记录到海绵的品种，还阁需要经过专家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缅甸的少数民族罗兴亚人受缅甸政府打压，住伫难民营。那难民营的环境是真歹，所以真侪人会冒险坐船要去走去其他国家。地书嘛，称在发生船难全过身。有国媒体摕到一段手机通话记录，这是一个罗兴亚的负责人伫船要沉去进前，和伊的亲人通电话内容，听出来伊真惊吓，真无助。手机顶悬的相片是带2个查某囝坐船离开孟加拉难民营的塞特拉，伊坐一只当地人拢熟悉的船主贾摩尔的船，准备甲马来西亚的红塞会合。细只船客180外人，阁拄着暴风雨，塞特拉紧急打电话予伊的先生，44秒的通联记录是这家伙最后的对话。Suara Indian aja. Mana? Oh, tuan yang ada kalau lah itu. Allah. 当初阻止查某囝出海，爸爸真后悔，流目屎回乡查某孙甲安慰，讲一切会真顺利。另外一个失去查某囝的爸爸摕查某囝的全家福相片，伊的妈妈目屎四淋水，真思念。船主贾摩尔的船破旧搁下，伊要载亲人甲亲情出海逃难，当地民众真信任。塞特拉坐的船出发隔天，另外一只载104人的船嘛对因出海，拢有看到沉船的过程。第二只船伫海面10天后，互斯里兰卡海军救起来。罗兴亚难民营一直拄着暴力威胁，嘛常常发生火烧事件，威胁住民的生存。2022年，超过3500个罗兴亚难民冒险出海，都离开难民营，比往年增加3倍外。联合国表示，也有更较侪人无统计到，去年至少有348个人因为船难死亡，还是失踪，是2014年以来人数上侪一年。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巴西总统卢拉签署一项文件，伊的目标是伫2030年爱达到亚马逊的雨林拢无人插树啊，这个目标。也毋过其实伊的任期敢若到2027年，所以这项政策敢有法度实施，即嘛有变数。另外，巴西众议院是通过一项法案，要限制原住民的领土，这是引起当地原住民的不满，上街头抗议。当地时间6月7日，巴西总统卢拉签署文件，推动保护亚马逊森林的政策，希望2030年达到袂阁错森林的树的目标。除了实现伊竞选的承诺，伫2022年，一个英国记者甲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工作人员伫遮去互非法掠鱼的渔民杀害。卢拉讲，这个文件嘛要安慰因在天之灵。Bruno e Dom mereciam e deveriam estar aqui hoje.Nesse momento em que eles teriam o governo brasileiro como aliado e não como inimigo, ao contrário do que aconteceu nos últimos 4 anos. A melhor maneira de honrá-los é garantir que sua luta não tenha sido em vão. 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
达成要伫咧2030年停止搁错森林的树仔这个重大协议。巴西嘛是签署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管理的线顶气候观测平台显示，巴西是世界上第5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差不多有一半碳的排放量，拢是因为错森林的树仔产生的。所以，罗拉甲签署的文件看作是重要的环保政策。不过，伊的任期敢若到2027年就结束，未来敢有法度继续来推动，就要看敢是要会当连任。当地时间6月7日，几啊百个巴西原住民伫首都游行抗议，因为巴西众议院快速通过一项提案，要甲原住民的领土限制伫咧巴西宪法1988年的时阵批准的部落土地。原住民讲，这会大大影响因的权益。Esse equilíbrio climático que o mundo inteiro discute, que o mundo inteiro defende, mas não consegue compreender que para proteger esse clima depende de proteger nossos direitos, depende de proteger os nossos modos de vida. 巴西的原住民领土大部分拢伫亚马逊河的雨林，不过长期去有非法挖矿、甲错森林树仔的人入侵，所以原住民行去街仔路，要求罗拉总统除了实现莫搁错森林的树仔的承诺，嘛要赶紧画出领地界线，保护自然资源。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天气报道在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